下是在地新闻，后来即摆有袂少人出国，拢会先找廉价航空的机票，想讲较俗。但是最近有人提出着质疑，讲详细来算算咧，这个廉价航空若无较俗，电到比传统的航空较贵。譬如讲，伫个国庆日迄天，要到南韩的首尔，算5天4暝。酷航这间廉价航空。 副餐加上30公斤的托运行李，总价就比常营贵200块。也毋过专家讲，这廉价航空的优待价也是真杀，而且来回的时间较水，所以旅客就要家己探听清楚。 日本的清新饭仔歇红到够水，逐年都有一个游客去游览。不过你若要出国游览，无想要影响心情，就要做功课。算盘为机票介绍开始叠起。它的票价是阶梯式的，宣传的时候它会宣传最低价的哈。那但是如果你越晚订的话，它的票价会浮动到越高。特别热门的日期，太晚去订的话，最高的票价很有可能比传统航空还要贵。 这敢是讲廉航无较俗，是一个为今仔日的票价早起。若是国庆日想要飞去南韩首尔，算5天4暝，廉价航空的酷航选副餐，还有30公斤的托运行李，往回票价是20074块。加中营比较起来，本来就有餐，还有23公斤的托运行李，总票价19000几，廉航介绍电脑加202块。 这摆廉航的阳春版无选餐无托运行李，虎航往回未税介绍是13198块。华航本来就有餐加托运行李，票价是16311块，甲比较起来，敢若差3113块，无像疫情前介绍差遐济啊。廉价航空来讲，它可能所有的服务都是切断的，票价呢又是无比的激动，它可以促销的时候1块钱卖给你，完全取决于市场的需求。 就算介绍已经无差遐济啊，也毋过廉价航空依然会推出真济真俗的优惠来吸引游客，加上往回时间相对起来比一般航空有优势，依然有适中的旅客是讲要安怎拣，这嘛依照个人的需要来决定上好的方案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